繼續來看金曲獎嘅一位內列波圖，屏東亞聯絡國小嘅客家話專輯，一百一位嘅金曲獎嘅最佳兒童音樂專輯獎。參加專輯製作嘅聯絡國小嘅先生林淑婷、鍾清蘭和15嘅國語班嘅學生嘅，錄音咪講一位都算係得獎嘅，民間人如果聽，好高也希望使得本師生參加聽本日嘅頒獎典禮，為能留下美好嘅回憶。輕快嘅音樂加上奇妙嘅歌詞，創出客家話傳承嘅困境。聯絡國小國語班15個小朋友，純正嘅歌聲征服嘅評審，師生第160支客家話專輯入圍金曲獎。也係樂隊以來300人以來前排，所以多謝大家。但係我得獎，我得獎目標我是越為越一定會強，我得獎加強咧。入圍就會肯定。假使得獎，小朋友學客家話歌有啲。同大家唔講啊，聯絡國小嘅客話唔會參與，因為新人咧從來唔知講，因為創嘅歌嘅，會本人受到安泰嘅肯定。最主要因為創客家歌咩歌快樂。客家話專輯美術歌嘅中嘅一啲故事，教導小朋友認識鄉土，學習土地嘅客家話，連唱片封面嘛真有意思。用國父孫中山先生唱起出來呢，如果我本身人嘅記得，國父客家人，你冇講客家話，你唔知下有嘅禮義廉恥，所以客家文化呢最重要嘅，冇客家話都冇法做傳承。傅明雄表示，推出客語專輯，用意就係愛從細開始，引導小朋友學習土地嘅客家話，小朋友唔但唱嘅歡喜，對身為客家人，還有高度嘅認同感。不管有得獎冇，師生仲希望參加頒獎典禮，豐盛一下客家新聞潘勝旺評論報道。